一厝的就会再分辨讲，这有需要考察，唔免考察。董事长，为什么刚刚那个客人啊5分钟你用一用他就走了？嘿，因为这个时阵有的伤痕并无需要用着考察，其实咱用蜡小甲拍拍就会处理掉啊。咱来看这个伤痕，咱即马用手甲摸，它不会有断差，摸的所在伊是平的。那呢，伊就无需要用着考察。我即马示范者，咱一厝的，咱就摕着破布，哦，什么布拢会在棉质的，阮一寡土啦，这是土啦，哦，这毋是油啦，你要分好清楚。来，甲抹伫顶头，我即马开始甲切、甲推。来，咱即马来甲看，我已经甲处理好，甲切落清去啊。这伤痕已经无去啊，就是恁家己一厝的，就会使分辨讲，这有需要考察，唔免考察，也是会使家己 DIY 一下，这就甲处理掉啊。吼，恁就唔免加开钱。